哎呀，咱侯爷府的进项一天比一天多了，过年的红包也越来越多了。小侯爷真是经营有方啊！哎，这何止是会经营啊，简直就是人精。刚才呀，还因为公主把纸张的价格定得太低发了脾气，还要找公主理论呢。啊？找公主理论？可不是嘛！咱们小侯爷是什么人呢？哎，别愣着呀，该你下了。啊，下棋啊要三思而行。慢点吃，慢点，没吃过啊，狼似的。长身子呢，别管他。夫君，妾身这几日看了几个王公贵族家的园子，都修得有模有样的。你腊月就说要修园子，到现在也还没动工呢。等过两天天热了，那些花花草草还能栽得活吗？妾身明白这个道理，只不过一时没想好修成什么样的。今日被费县主领带去看他家的园子，真没成想，看着看着，他家老三突然临盆了。啊？临盆了？然后呢？然后他们就忙着接生去了，让妾身自便。这太戏剧了吧！再然后呢？再然后，妾身哪还有心思逛园子啊？扭头就去了趟兴善寺，拜了拜送子观音。啊！你拐弯抹角的干嘛呀？你不就说想要个孩子吗？我也要。你跟这起什么哄？为此，妾身又是求卦，又是捐香火钱的。还捐香火钱了？捐多少？1两银子呢。1两银子？你不过了？你求出个啥了？这卦上写的云山雾罩的，夫君帮忙看看。命内自然逢大吉，茅屋中间百事兴。太公80成家业，日出光辉四海明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夫人给解释解释。还什么意思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人家说姜太公80才成家，你跟着着什么急呀？这个说时机一到，就像那个拨云见日，光辉普照，子孙满堂。要是时机没到之前呢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待着，这样才能百事顺利。80岁，那我要等到80岁，那不成黄脸婆了？这能不着急吗？亏我还捐了那么多银子。你着什么急啊？人家这就是打个比方，就是说劝你别强求，顺其自然。我都嫁到府上3年了，还怎么顺其自然啊？我不管，二女，你今天回房自己睡，我跟夫君也要事切磋。哎，我说兄弟啊，你是不是欺负我眼神不好，动了棋子儿啊？输了就输了啊！来来来，罚酒。喝。刚才这棋子明明不在这儿嘛。来，再来一盘，再来一盘。得，时候不早了，咱老哥俩还是先吃饭吧。吃完了饭，还要给小侯爷买糯米和黑芝麻呢。晚上回来呀，接着下。好啊，吃完饭回来下，走。好，走。这天这么冷，让二女一个人上西屋睡去，别冻出病来。夫人，咱们俩都还年轻嘛，你到了4月份才20岁，以后我都怕你生不过来。什么生不过来？哎，行了，今天看到二女的份上，姑且放了夫君一马。到了4月，可不许赖账了。不赖，这种事还有赖账的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个唾沫一个钉，肯定不赖账啊。这家里现在渐渐恢复元气了，夫君的名声也大了，还在禁军挂了职。我要再不给王家添个香火，那不让人笑掉大牙了。谁笑掉大牙呀？你就别操这心了，没准你现在都怀上了呢。
那还真是不飒显灵了。哎，行，不提了，咱还是说园子的事啊。这个园子可怎么办啊？园子，要不就按鄂公府那样的修。鄂公，尉迟敬伯，哎，这个靠谱啊，他可是未来的门神啊，就按他们家那个，一准镇寨。那夫君要是没有异议，妾身明日就让他们动工。动工动工。你说咱这小侯爷，可谓是唐朝地地道道的好男人啊！就连这吃元宵，他都亲手舀给夫人们吃。如果换上我，遇上我爱的人，甭说舀元宵了，就是生孩子，我都亲力亲为。你说我这算不算是唐朝地地道道的纯爷们儿？问你话呢，算不算？应该算是吧。什么叫应该算是？这本来就是。谁要是嫁给了我，我肯定把她培养成唐朝地地道道的纯娘们儿。你考虑考虑一下呗。你啊，他还差不多。谁？还有谁？这么帅一小伙站在你面前，还有谁？说，他是谁他是纯爷们儿。？5个字儿。你怎么也说5个字儿？你好端端学什么二娘子？二娘子在哪儿啊？你一提二娘子，你瞎激动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二娘子可坏着呢，以后离她远点，知道不知道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知道长安银剑小霸王吗？就是二娘子。想当年，她手持2把银色宝剑，从东长安街一路砍到西长安街，来回砍了3天3夜。可她就是手起刀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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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一眼都没眨过。你说她坏不坏？你是说他从东长安街一直砍到西长安街，砍了3天3夜？3天3夜，眼睛都没眨一下。眼睛都没眨一下。纯爷们儿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他还有一句8字真言呢，叫有情人做快乐事儿。说的真好。你知道是啥意思吗？我给你解释解释，什么是有情人？我就是有情人啊！什么是快乐事儿？咱俩现在做的事儿就是快乐事儿啊！所以你要多和我亲近亲近，知道不？胡让吗？继续啊！不继续，不继续。磨得怎么样了？哦，磨得特别好，再过半个时辰，就磨好了。磨得细，磨得细。哦，越细越好啊！哎，今天晚上啊，务必磨完，不然呐，明天小侯爷会怪罪的。哎，好。对了，把那塞子啊都找出来，洗一洗，晾上。明天呐，滚元宵的时候要用的啊！哎，好嘞。那我就先就寝了。你们2个呀，忙完了也都早点歇着吧啊！胡先生慢走。哎，继续。小弟，夫人，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云家人呀？云家一直惦记着看夫君的笑话，巴不得咱府上家破人亡才好。啊，这天底下还有盼着别人家家破人亡的。你还小，不懂这些。我不小了，老爷都扛不动我了。我问你，如果咱府上败了，是不是得变卖祖产？所以啊，云家等着买便宜呢。公主殿下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说法呀？咱们之前可是有协议的，你这么无视协议，单方面制定价格，这么重要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是不是太没有合作精神了？市销本就是这个价格，
咱们又不亏本，这价钱如果定高了，好些穷人就该用不上了。穷人连朝廷都管不了，你让我管啊？再说，你以为你把价格定得这么低，老百姓就能用上便宜的纸张了？你做决定之前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？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已经比主纸的价钱高了2成了。要真照你说的那个样子，多少人能买得起？你王家又不缺钱，少赚点能怎么样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做过市场调查？知不知道关中道上对纸张的需求量有多大？这哪能有个准儿？你知道吗？在建作坊之前，我就已经做过调查了。整个长安城有7家经营纸张的商铺垄断了市场。赚起钱来倒是肯费心思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那就意味着，我们就算拼了老命往死了干，最多也就能占到市场份额的2成。再说了，我们纸张的质量可比主纸要好的太多太多了。你定的价格那么低，一到市场上肯定脱销啊，供不应求。那不是正好吗？钱也赚了，名声也打出去了，大不了以后我出钱再多建几座。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你得建多少作坊才能垄断市场啊？我有钱，不怕起作坊。行，就算你有钱，你垄断了市场，那你再算算有多少关中人士能用得上咱们的纸张？这又是何意思呀？你别忘了，商人重利。你以为你把纸张价格定那么低，老百姓就能买到便宜货？商人是要看市场供需来制定价格的。你人家一倒手，还不是卖高价？再说了，你垄断了市场，人家不能拿到剑南、拿到江南、拿到国外去卖吗？原来如此，我还真没想到里边有这些门道。要不是你一语道破，还真是让那些奸商钻了空子。你呀，就是瞎算计。你是我捡来的，从小跟着我，如今也快长成了。过阵子就让你跟夫君圆房吧。哎，这个老四没个规矩，别人要土电话都有个章法，就他毛手毛脚的，一辈子也没个品相。你要真是我夫君就好了，我还真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。现在这样不好吗？不好，要是嫁了你，就不用每天跑这么多路，可以整日里陪着你捣鼓那些旁门左道。什么叫旁门左道啊？我那可是功德无量的伟大事业。你就敢说当初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就没有一点私心？我敢说，当然有那么点儿啊，但是我不为蝇头小利，也不求大富大贵。你想想以后啊，大唐的孩子都能用上我们制造的纸张，坐在宽敞明亮的学堂里面求学，个个都能成为栋梁之才。当他们做学问的时候，建功立业的时候，名满朝堂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不会想到我们这些默默无闻奉献的人，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在我年老回忆我一生的时候，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，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。在我临死时，我能够说，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、最壮丽的国家，为大唐的繁荣兴盛和百姓的安居乐业而默默的奋斗。本宫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能把对金钱的渴望和贪婪说得如此豪情壮志。明知道你心口不一，还是被你的谎话打动了。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好，口说无凭，那咱们立个字据吧。啊，都准备好了。等我拿回去仔细看了再说。哎，对了，我上次给你那个卫生巾还有那小内裤用的还合适吧？那个怪怪的，我还不会用呢。这都不会用，下次我教你啊。哎呀，别说这些了，说点正经事儿。
昨天我回去以后听说，高丽支援百济的3万人马已被苏定方迫于满金桥，而朝廷也决定让薛仁贵带兵讨伐高丽，驻扎新罗的刘仁轨也已起兵，对其形成3面包夹之势。啊？渴死我了，有吃的吗？我饿了。你到底渴还是饿啊？哎，先别急着吃。姐问你，花露水进展如何啊？还是供不应求，这回咱们要赚大发了。不是姐说你，好歹你也是个大家闺秀，你就不能像你姐一样嘛，端庄沉稳一些。哎，二女，你也别总赖在家里啊，没事跟我去作坊看看。嗯，哎，过阵子我园子装修，你抽点空帮我照应照应呗。没工夫，忙就忙死。姐中午吃什么呀？这大过节没买点元宵啊？你姐夫说了，要自己做的才好吃，这会儿估计正在厨房做呢。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。等不及就去厨房帮忙，自己动手才丰衣足食嘛。走，二女，陪我去厨房。去吧，我歪会儿。高丽多山，限制了骑兵的发挥。如果单用步兵相拼的话，伤亡过大，得不偿失。但高丽粮少，如今正是青黄不接之时，毁其村寨，焚其储粮。待到苏将军援军一到，3面夹击，高丽唾手可得。又说胡话，百济现在战事正紧，8月之前如果攻不下百济怎么办？这高丽天寒地冻，难道要我大唐战士在那过冬不成？再耽搁1年，岂不是延误了战机？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全啊。不过你这个说法也不妥呀。昨晚啊，他给我掏心窝子，你猜怎么着？给我符文点儿啊，我服了呢。他说我是个纯爷们儿，愿意跟我这样的有情人做快乐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别乱动。我没，你看你这暴脾气，我一跟你说点什么你就急，怪不得你找不着有情人。他说，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一听到你名字，就跟出了闪电似的，两眼放光。经过我想啊想，我就发现，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，但是一提到你名字，他就如雷贯耳。哎，二娘子，你是不是把他给怎么着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是佛门俗家弟子，你可不能背着我干那些猪狗不如的事儿啊！滚你娘的蛋！滚你娘！你也5个字儿，哎，他说话也是5个字儿。你俩有奸情，你给我戴绿帽子！别他妈乱讲！哟，瞅你那小身板子，你打他3更也打不匀呢。闪开，我来。都瞧好了啊，二女，咱俩从小长到大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看得惯我姐？看得惯呢，我就看不惯她。夫人是个热心肠，反正你得小心着她点儿，她比你心眼多。你呀，作坊里的事情忙得多，夫人常念你的好呢。辛苦我不怕，我也不用她念我好，但我就是看不了她那张脸。哎，吃不吃糖葫芦？吃。姐夫可真聪明，凡是他发明的，要么就好吃，要么就能赚钱。我给你拿去。来。平日里呀，在你这里录好的东西，回家我就会整理出来。有什么难懂的地方，就会去请教国子监和弘文馆的教习。如今呢，尚书省那边的教习都在研究你的东西，天天嚷嚷着想见你一面。你可不许怪我啊！我当初也没想到会弄出这么大动静来。哎，我这人呐，平日里闲散惯了，这说话办事儿也没个分寸。我又爱钱又爱生事儿，你说，要是让我去领兵，虚报冒领的事肯定少不了我呀。要是让我去当官，那更完了。行贿受贿，那肯定是家常便饭。你看你那点出息！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小侯爷！
死了！啊！元宵佳节，家中美女、美酒、美食，美的王子豪直冒鼻涕泡啊！下一集里，他们家的牛死了。这种珍贵的劳动力，相当于现在社会上的飞机呀。王子豪也终于在来到了大唐1年之后，吃上了第一顿牛肉泡馍。夫君，妾身要听故事。故事没有，